今年的這台北國際電腦展呢，或者 AI 科技即嘛是愈來愈像，愈來愈儕人咧注意啊。也毋過台股今仔日呢，煞因為真儕人咧賣這股票，所以早盤呢是跌超過500點。另外，這台積電董事長魏德嘉伊是表示講，其實過去這一檔以來，台積電營收是創新高呢，股價也起超過1.5倍。也毋過勞工團體甲環保團體煞認為講，這企業的社會責任、員工的食紅等等，台積電應該嘛愛有表示。去年的股東會在6月3號當天的每股新台幣950元，來到昨天6月3號的股價是每股新台幣2425元，配發總額也從去年的18元到今年至少24元，這個的成長超過30%。儘管台港大廠台積電初時召開股東會，董事長魏德嘉高往上趁濟消息，報告台積電第一季合併營收大概是一條過1341億新台幣。第二季的展望毛利率在65.5%到67.5%。伊嘛強調，先進製程技術需求要是真強，會繼續把業績的表現頂起來。高原期預期落在哪時候？我的老實的回答，我也不知道。但是下面幾年都很好。你如果預計買股票請繼續。毋望小股東會當繼續買。魏德嘉嘛講，雖望講面對零組件繼續起起嚟，中東情勢愈來愈緊張等等。2026年總體經濟無確定性也是真懸。毋過台積電有信心，公司的表現會比規個半導體產業成長更加好。我們台積電從來沒有缺少過競爭對手，怎麼辦？努力一直贏他們，就這麼辦。針對未來5檔先進製程的產能，是不是會當支應美國本土製造的需求？魏德嘉嘛講，雖望講台積電即馬佇咧美國擴張，各地攏是供不應求，公司嘛會繼續注意日本新廠的建設。另外，佇咧透早就有環保團體、勞工團體佇咧外口要求台積電佇咧擴大產能的時陣，嘛愛甲社會責任打起來。包括公安管理愛公開，還有重視員工過勞的議題，還有起新廠的時陣，嘛影響生態破壞的記錄。近5年裡面有3年的時間都是這個財閥破100萬的狀況。那所以我們會認為說，這樣子半導體的企業，台灣的驕傲，不應該是這麼多的違法記錄，不應該是建立在剝削員工的勞動身上。針對 ESG 的承諾，魏德嘉嘛回應員工分紅的問題，為2025年到2026年。有信心會超過30%，而且強調未減少對員工的回報，會把相對應的社會責任打起來。記者綜合報道。